賴英華女士係香港黃金交易所對外及內地事務總監，綽號淘寶小天后，義務為10多個慈善團體策劃、執行及籌募善款。世界和平書法日發起人，2022年成功創造12000人 SDG 世界紀錄。感恩為我們帶來的效果。因果係一個科學，萬有都不離因果，而因果嘅感報係如影隨形嘅。有啲人就認為啦，因果關係係唔可以改變，但其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我哋從一啲小節上慢慢可以改變咗自己，即係將善因種善果，咁自然就會變得更美好。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感恩。唔論你係家長抑或小朋友，都可以養成感恩嘅習慣，嚟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同埋生活嘅滿足感。感恩係一個心理學上，其實係一個相對比較新嘅一個概念。喺短短呢20年間，其實學術界已經發現感恩係可以改善生活嘅質素上有好多好處嘅。每日喺生活當中，我哋都可以用喺感恩一啲事同埋一啲人嘅身上。當然，我哋嘅對象可以係我哋自己身邊嘅父母、同學、老師、學校，以至成個世界。感恩其實係感恩別人，就唔係感激自己。我哋要感恩別人咧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通常好多人都認為，哎呀，呢啲思想同埋意念係唔容易睇得到、摸得到嘅。其實咧，我哋曾經咧見過一個實驗，就係一個水晶嘅實驗，其實就反映出精神同物質都係相通嘅。日本科學家岡本勝博士，佢就做咗幾百萬次關於水結晶嘅實驗，佢就發表咗一本書，就叫做《水知道答案》。咁呢本書就將佢嘅實驗結果就揭示咗出嚟，就講到原來水咧對於愛同埋感激咧係會有喺個顯微鏡下係會有唔同嘅結果，會出現唔同嘅圖案。當你對佢有惡言惡語，佢就會出現一啲好憎惡性嘅表現，就會變得好凌亂、好痛苦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水喺我哋人體入邊咧，其實咧就非常之佔有好重嘅比例。咁就好似地球上一樣，其實地球上70%都係屬於水嘅部分。所以當我哋每日都存有感恩嘅心，感恩我哋身體嘅水分，觀賞美好嘅事物，咁我哋嘅身體亦會慢慢好起嚟。感恩係為我哋帶嚟好美好嘅效果，不但提升我哋嘅幸福感，亦提升咗我哋生活嘅滿足感。咁有研究發現，如果我哋實踐呢個感恩咧，會帶俾我哋好多好處，包括改善我哋生理同心理上嘅健康，改善我哋變得更加快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減低我哋嘅壓力，以及降低我哋嘅抑鬱感。感恩其實唔係靠把口就可以培養出嚟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要透過我哋不停嘅練習。咁例如我哋可以每一日寫一啲感恩嘅日誌，可以寫喺個手機嗰度，亦可以用筆寫落嚟。當我哋養成咗個習慣，每日都學懂感恩，哪怕只係一個好小嘅一件事，人哋幫你撳住個 lift 等你入嚟，或者俾你一個微笑，都可以係你嘅感恩嘅一部分。當我哋發現好多唔如意嘅事情嗰陣，我哋可以多觀賞一啲美好嘅事情，同埋感恩身邊嘅人。其實你會慢慢發現，你嘅因果其實都喺度改變，會變得更加美好。其實好多父母都好想改善同仔女嘅關係。其實好簡單，只要以身作則，教導啲細路仔做一啲感恩嘅動作，由細到大培養佢哋有呢一個感恩嘅心，咁你就會慢慢去改變咧，發現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變得更加和諧。咁我曾經咧都認識一個朋友，佢嘅小朋友咧好細個開始咧，佢就會一直教佢哋要學懂感恩。其實佢唔未必係直接去教佢，而係佢以身作則，不停都會同人哋講啊，好感恩，好識讚美別人。慢慢，佢嘅仔女就耳濡目染。之後佢哋咧，我見到佢哋嘅生活都變得越嚟越愉快，非常之幸福，而且佢嘅學業成績亦變得越嚟越好。我希望大家家長，我哋就由感恩開始，感恩每一天。